位看官，今儿咱们的猪八戒可要搞个大事情，万人演唱会。您说这猪八戒能唱好吗？咱们拭目以待。片段一：猪八戒下凡。天宫大门缓缓打开，猪八戒骑着云朵降落舞台，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观众欢呼连连。话说那日，天蓬元帅猪八戒因贪吃被贬下凡，今日他竟要开一场万人演唱会。片段二：猪八戒的烦恼。猪八戒坐在高老庄风格的舞台上，抱怨着减肥难、找媳妇更难的小烦恼。下凡后的八戒也有他的小烦恼。这时，观众纷纷上台为猪八戒出谋划策，现场气氛热烈。片段三：猪八戒的逆袭。猪八戒突然变身为超级英雄，